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美国科技股反弹，台股今仔收盘起3186点，是史上起上济一日，指数突破43000点，期待一日增加超过10条。北部6月开始传出欠两价起2成左右，两商指出因为天气上热，搁长的换两价，9月开始产量会较稳定。日本日本大地震已经造成35个人死亡，总统赖清德呼吁企业甲个人发挥爱心捐款，佮强调日本有需要台湾的搜救队会适当随出发。来看，受到美国科技股反弹，费城半导体指数起超过8%，嘛带动亚洲的股市全面大起。早起韩国股市盘中起超过15%，日经指数嘛大起超过3200点。台股今仔收盘是起3186点哦，是史上起上济一日，指数是收伫43119点，期待一日就增加超过10条。台股连续几日港股总是落破4万点的关卡。也毋过早起大反弹，一开盘就大起1677点，搁再起破41000点。台积电早起嘛起到2400块，有超过120间的公司，包括台达电、联发科等公司，拢起甲真棒。收盘是起3186点，搁创纪录，期待一日嘛增加10条的台票。再来看最近当天阿鲁米的价销是一直会起，新台票搁变薄，所以有一寡家庭用品的成本是愈来愈悬。有业者就表示讲，无起价无法度咯。按算讲10月开始，空调、冰箱搁有洗衫机哦等产品会起5%到10%。桃园电器展览开幕，未少民众的趁活动找较俗的好康的，只是受到当天等原料起价，加上7月台票慢慢变大的影响，嘛，互家电业者用要挡袂掉，宣布10月起要调整家电的价销，起5%到10%。能不涨当然是不要涨比较好，可是他如果说真的要涨的话，真的也是没办法，因为你看那个冷气还不是一定要吹，有点高，就觉得现在生活都觉得很辛苦了，对啊，电费也涨。家电业者表示，这波家电起价的品项以冰箱、冷气甲洗衫机为主，因为单价已经起59%，里价起24%，石油起11%，加上台票一直变大，进口成本高，家电业者建议10月开始起5%到10%。空调跟冰箱，他们其实用到所谓的铜铁铝是用的比例是相对是最高。预计整个市场的涨幅应该都会达到10%左右。我们预计会在9月，冰箱跟洗衣机比较中低价格的部分会有大概2到3%的一个微调。应该在10月1号就会有做调涨的动作。那因为大家其实都承受不了。那加上台币的贬值，这个对我们压力确实很大。对家电业者来讲，除了生产家电的原物料起价，搁面对新台票变大的商定压力。以这礼拜新台票对美金走势来看，有起冇落。新台票大部分是伫32.3块到32.4块起落落。31新台票开盘32.41块。起4.4仙，升息时间不一定，但是在往升息路上走。美元的力道还是比较强一点。前阵子外资卖超多，这些都是推动了台币偏弱的主因。专家分析，那台股会当来到6月强势反弹的局面，预计让带动新台票转强。那台股继续软势，新台票可能会伫32到32.6块这项在起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上热，鸡卵的产量是减少。北部6月开始就传出欠卵价起大约2成左右。饲鸡协会甲农商工会是指出，天气上热咯，阁是等于换卵价的过渡期。也毋过9月开始产量就会较稳定。农业部嘛强调讲，会来监控鸡卵的价销，卖请业者协助。民众伫火鸡仔头前咧拣鸡卵，即马热天鸡卵的产量有变较少。北部地区传出一寡欠鸡卵的状况，若南部的卖场因为进货通路较济，目前供应无问题。若民众讲，若是欠卵，嘛是会使食其他的物件。我觉得差不多。如果幅度不大的话，就照正常嘛。如果幅度太大的话，就用其他的食物下去替代啊。火鸡仔顶悬鸡卵依照类型、数量等等价销无同款，受到产量减少影响，目前鸡卵差不多起2成左右。若是一般的鸡卵批发的价销，伫即一礼拜每一斤是46块，产地价销是36块5。天气太热了，鸡质量吃不下去，就切断了，差不多切到3成了。已经换鱼了，还没有再说呢，会很多了。红壳的伊红鸡哦，搁较惊热。
养鸡协会讲，受到天气也有鸡母换门等等的原因影响，所以即马鸡的喙斗较歹，饲料食袂落。红壳甲白壳的卵，对6月开始就减3成左右。毋过协会也有2项工会嘛，拢讲9月了后产量就会恢复稳定。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在开学前后那个时候，新鸡就慢慢会加入生产的行列。对，就是9月差不多那个时候，很多那个开始要下蛋的新鸡就开始会生产，那时候就会比较好一点。9月学校开学了后，营养午餐也有团膳会互鸡卵的需求大大增加。农业部特务署讲，已经要求中央畜产会爱监控鸡卵数量计数的变化。最近嘛会去访问通路，请相关业者机动性来调整鸡卵调度的作业，互计数会当平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永丰油公司一款在地金花小果的烤地油油品上验，结果发现苯片皮超标。婚礼馆的卫生局调查时指出讲，这批烤地油的原料唔是来自婚礼的草领，请民众都唔通误会。目前相关的产品都已经先落架，卫生局嘛强调讲，会配合中央甲其他关系的卫生机关来追查产品甲原料。婚礼馆卫生局30接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通报，永丰仪在地金花小果烤地油是威嘉国际委托婚礼阿世家企业分装的。经过派人去查核，阿世家企业敢若是受委托甲产品分装尔尔。好像也不是我们这边的油，对不对？嘿。不是啊。我想讲，全部的原料还有这个容器哈，还有标签都是由这个威嘉公司提供。那本县的雅士家股份有限公司，它只是帮忙做充填哈，还有就是装瓶，还有贴标这样子的一个代工的工作。婚礼馆卫生局就表示，阿世家无做转油，也是其他的加工，目前这产品拢已经全部出货，厂内嘛无原料甲成品库存。强调烤地油的原料唔是为婚礼馆草岭村来的。苯片比不符合标准的这个茶油它的原料跟制造厂跟我们云林县的草岭村完全无关它的来源并不是来自我们这里丰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尚有一款猴头菇香松。系使用原村制油厂之苦茶油，经厘清并非使用本次检出问题批号之苦茶油，为确保消费者食品安全，已要求该公司全面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卫生局就表示，在地金花小果烤地油部分配合已经甲584罐预防性落市，30个预防性落市，另外一个产品高头固素，马经通知地方的卫生局，斗3天甲源头製油厂的制停、进出货，还有流向的资料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这批有问题烤地油，嘉义县的卫生局第29日暗时接到消署的通知，讲这批油品是嘉义县的大工厂来生产制作的。卫生局就随去大工厂来稽查，嘛来清查产品的流向，抽验来调查。嘉义县卫生局配合消署人员到工厂稽查，要来了解永丰仪日前检验出来苯片比超标烤地油原料的状况甲产品的流向。29日接获食药署通知，永丰余公司呢，自主验出这个苯片比超标一案哈。那经了解呢，是嘉义县的代工工厂去做一个协助。那我们当天即配合食药署呢，就是当地去进行查核。卫生局指出，永丰余公司自主上验，发现苯片比超过标准的这批烤地油，是为嘉义县的大工厂来生产。这批制成的量计共2052公斤，分装总每一桶18公斤，已经全部运到婚礼馆去打简单的标签。那经了解的结果呢，业者是代理威嘉公司的一个油品代工，那所有的原料也由威嘉公司进行提供哈。产出的油品总共2052公斤呢，全数也运送到云林县的雅士家公司。目前这大工厂内还有库存因家己品牌的油，计共150公斤。为了要确定食品安全的状况，食药署嘛抽验因库存的产品，嘛要求业者伫检验结果出来之前，要负担保管的责任。相关产品未当进入市场，目前业者嘛自主性暂停生产，刷落来按照检验的结果来做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关心中南问题油的风波，佮继续在传烧。台北市长蒋万安7月25带民众去总统府头前抗议，佮随话讲要倒阁，呼吁行政院长杜英泰倒台负责。佮讲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袂歹的人选。
民众党团是表示讲，因会来评估，也毋过有风声讲拿赢党团内部意见是无啥共款。总调鲍坤基今仔就指出讲，多个议题伫党内无啥讨论。民进党团是表示讲，拿赢的内部先调和好，才个讲，嘛爱蒋万安先做好市长的工作。中联问题又的风波也未煞，甚至互台北市长蒋万安公要来祷告，呼吁行政院长杜英台爱为相关事件来负起责任。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的态度嘛受到大家关心。不过，即马传出拿赢党团内部意见无共款。对于现在执政者的不满，所表达出来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目前这个议题在党团内部并没有太多讨论的声音。倒阁的部分不只是行政部门的期中考，更是国会议员的一个期中考。国民党瞧好了，内部讲好了再说。台南市长黄伟泰颠倒提醒蒋万安，伊早捌讲过，市政上届要紧，建议转去到市长的本务。若淡出想法的蒋万安是搁一届重申，尊重立法院拿八党团的决定。国民党立委陈清辉进前咧质询的时，捌接到去用收押的中联邮资总经理余林昌，捌参加市药署7月初4的专家会议。31搁一届要求市药署爱讲得清楚，说服明白。请你拿出录音或者是卫福部的监视器录影，证明他们离开的时间远早于你们会议结束的时间。专家会议里面是直接把他给打脸了，说你这个政策的一个改善不通过所以他的复工的申请马上就驳回掉啊。市药署38回讲相关的讲法是甲业者出席来说明，讲做是参加专家的决策，这甲事实是无符合的。强调余林昌是来报告中联的制定，阁有提出复工的申请，报告煞人就离开啊。已经主动将迄天的会议记录、相关的影音，阁文件资料全部函送检调机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最近接连续发生幼儿园虐待囡仔的事件，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新品杨早起就批评台北市政府的儿少保护机制失灵。北投又搁传出有幼儿园虐待儿童，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已经有进行调查，相关人员嘛已经处罚了。因为家长不满，市政府会搁依照程序搁来了解。最近台北市少年少发生疑似囡仔去用苦毒的案件，包括某一间私立幼稚园发生不当管教的事件，囡仔去用扇喙皮、灌物件予因食。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黄正英嘛接到家长的陈情，讲石牌某一间幼稚园发生重大囡仔去用苦毒的案件，一个幼囡仔去用老师反锁伫教室内底压伫涂骹缀伊阿嬷滚，毋过教育局1个月了后才开始介入调查，甚至知影代志的园长敢若罚上加3万块。其实石牌的案子已经在6月底已经调查完成，涉及不当对待的行为人，他已经把他裁罚40万的罚金，以及他的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施必阳甲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质疑儿少保护的机制全面失灵。讲台北市按2022年甲当已经发生8件重大囡仔去用苦毒的案件，115个囡仔受害不当管教累积618件。监察院最近嘛公布未当罗未成年性侵案的调查报告，认定台北市府无依法来完成责任的通报，无积极来启动看局处的保护机制，有行政疏忽，依法纠正。台北市政府劳工局。从麦当劳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没有要保护被害人的意思。台北市的社会安全网，它不是说破几个洞而已，是全面的断裂。那现在可能还有多少的被害人没有被发现？关于监察院这个纠正案，其实劳动局有做说明，我们就是采以最重的裁处。那同样的，监察院的报告也指出，也希望中央能够完善各项的制度，所以我们就会共同来把社会安全防护网把它完善建构起来。针对石牌幼稚园苦毒囡仔案件，蒋万安搁一届讲，教育局也有相关局处已经对本案的行为人来做调查，裁定这个老师终身袂当搁任教，园长也有负责任，予因处罚。家长即马提出异议，市府会依照程序采纳相关事证，全面来做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监察院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的落尾工，新一届29个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要等到立法院9月新的会期开始，才会来进行人事动议权的表决。民众党今仔是去监察院头前开记者会，批评讲监督失灵、监委失格。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讲，未完成修宪进程，应该依法，让监察院会当正常运作。
过去这个月都在加紧开会，然后分工去处理，然后有一些陈情案就是交办下去。6党的任期上尾一天，监察委员叶大华准备收办公室的物件，桌顶嘛放伊任内完成170件调查案的公文。对新的监委名单，要等到立法院9月新会期进行人事同意权案表决，等于讲监察院上无1个月拢无咧运作。叶大华表示真烦恼。这些案件包括人民的陈情是不能中断，断掉之后，这些人民的陈情难道全部都由立法院自己来吸收吗？我们不希望立法院就是雨天收伞，因为很多弱势人民的陈情都是非常仰赖监察权还有人权会系统性调查。其实，伫咧2004年，前总统陈水扁任内第3届监察委员提名，就因为真济立委提出新人事，互监察院有3档半的时间拢无咧运作。原来民众党31嘛去到监察院头前召开记者会，批评监督失灵，监察委员无做好。82000个收案当中，只处理1300多件，平均一个委员处理只有0.6件，而一个监察委员的薪资、部长级，还有配车，我们台湾有这个钱这样继续浪费吗？社会大众不妨趁这一段时间好好沉淀一下，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监督制衡的功能应该在哪里，才能够更加的集中，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果。不过有一寡国民党的立委认同五权分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修宪标准伤悬，不是国民党今麦这个阶段优先的议题，显示在野要阁需要讨论共识。要修宪可以，大家来讨论，但是修宪未完成之前，监察委员依宪法就需要去补足，让它运作，才能够持续来给各级政府督促。民进党的立委就指出，若是监察院加人权委员会无咧运作，妇女、至少加弱势族群的人权，恐惊就会无法度得到保障。呼吁在咧还未完成修宪进程，应该要依法，互监察院会当正常行使权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籍高雄市员陈明德接受太阳能供电厂的回扣比上，昨是互桥头地检署所查，伊嘛防侦讯。桥头地检署的检察官是申请羁押陈明德甲另外一个被告。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明德因为涉嫌伫咧路德太阳能供电厂收空米上，伊住的所在30互检警敲找，另外嘛有真侪涉案人互带转去侦讯。桥头地检署大动作敲找，表示目前有一寡被告证人已经请回。陈明德甲另外一个被告已经互检察官申请羁押，检方下手真猛烈，连陈明德的秘书嘛拢唔知影。无呢，我还佫唔知呢，也未了解代志咧吼。陈明德自2002年做高雄县的议员，到今已经做6摆，超过10档。陈明德主要政见之一，就是要推缩绿能产业发展，主张要甲兴达电特定区，正做是离岸风电专用的港口，发展离岸风电水下基础，要求高雄市府结合中央的能源政策，会当带动北高雄的就业发展。检调目前当咧追查陈明德是毋是有利用议员的职务介入供电厂开发，而且收不当利益。我们就是接受司法调查，因为现在还没有更新的状况啊。陈明德去年宣布无要阁选啊，即马加入去供电厂上空米上的代志，是毋是有讲真情行后门？金流还有其他共犯，还有等待检方厘清。记者综合报道。4个台积电的前工程师偷摕台积电制定的机密，主谋陈立明甲陈伟杰搁再上诉，昨是互最高法院驳回。陈立明是判10档，陈伟杰判6档有期徒刑，专案定验。陈立明的律师是指出讲，因会阁想各种的办法来做救济。捌伫咧台积电接头路的几个工程师，因为偷摕2奈米，还佫有更较先进的14奈米核心技术，前几工拢互地上法院判有罪。面对宣判结果，4个人拢采取无同的选择。会不会觉得被学长教唆还蛮无辜的？这判决结果能够接受吗？其中的吴炳俊甲高一平，共判3档加2档，因为无阁上诉，今年5月判决已经先确定。也那主标陈立明等人不服提上诉，即马互最高法院驳回，上尾判陈立明10档，陈伟杰6档定案。被告2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为误，量刑不当。
本院认为原判决采证认识均无违法，量刑妥适，驳回上诉确定，全案定验。这个惊动各界的台积电偷摕秘密案，主谋陈立明想要挑起台湾东京威力科创公司接头路，为着要求工作表现，甲新的公司争取更较侪台积电的订单，找迄时犹阁伫咧台积电的老董事，请因斗相共偷摕资料，甲台积电的机密外流。犯罪了后，伊有认罪，要是照国安法定罪来判刑。原来伊甲单位嘅两个人，拢直接送去监狱封关。判决是极度不合理啦，因为我们已经取得台积电的原谅，它的相关取得的机密都没有流到国外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写说量刑应该是属于低度区间，结果他后面的主文却是认定他是10年，我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完全不认罪的，他被判了6年，但我们是选择认罪的状况下，我们被判了10年。规案件唔那工程师防判刑，台湾东京威力科创公司嘛判1.5亿，而且宣告附条件假罪3档，现在防指控涉嫌甲证据消灭的台湾东京威力科创员工罗义稳，是用判10个月会当假罪3档，啊毋过伊提起上诉，目前犹阁伫咧最高法院审理。记者综合报道。刑法已经3读通过疑效性侵害案件30档的追诉期，伫被害人满20岁进前是无算，追诉的时效还未结束，嘛会当适用刑法。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目前性侵害刑事追诉期、个民事损害的赔偿请求权的实现案，佮会审理中哦。伊嘛呼吁讲，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甲国家赔偿法有时间限制部分，嘛拢应该爱做回修法。受到性侵、性暴力对待的被害者，根据澳洲的研究，平均爱23.9年才讲会出嘴。以咱国来讲，多数案件爱伫20年来提告，刑事追诉时效早就过啊。立法院7月3读修正通过刑法第80条，离效性侵害追诉时效收做对20岁开始算。不过，民间团体指出，被害者向加害者要提出民事赔偿等权益，有关受到时间上短的限制。有民团除了提出涉嫌案嘛，要求民法爱修法。原本的197条规定就是，你主观知道2年，那或者说客观上事情发生10年，那这是一个就是现行法是这样规定，但是因为它就是漏列了关于这个性侵被害人他的一个延迟揭露嘛，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他可以首先是拉长，你一定要拉长，对，不然甚至有一些是你刑事可以告，甚至告赢了，但是你民事就是没有办法求偿。民团表示，以民法来讲，一般的请求权时效是15年。因认为应当比照这届刑法的修正，请求权爱对20岁开始算，嘛爱搭配上长的请求权时效。嘛有律师建议爱参考被害者心理创伤的时间长短入去算。另外，离效性暴力被害者定因为年纪小，也是权势威逼，定袂当随发声。律师呼吁伫咧民法修法以前，若是被告刑事时效抗辩，司法机关嘛应当爱思考被告敢有权利滥用。因为最高法院其实在一些案件当中已经开始透过这个方式论理的方式去否认掉被告的时效抗辩权。那我们认为在儿少的性侵害案件当中，其实应该有类似的空间，是可以让司法机关去思考跟做出这方面的判断，提早去落实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民团表示，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实现案，目前嘛已经甲刑事追诉权的实现案并案，要来等宪法法庭的裁示。因嘛希望法务部和立法院会当先进行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也各有国家赔偿法等等请求时效相关的修法。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最近温度加悬，佮加上透风，南欧有真侪国家像哪拢着火，包括希腊的克里特岛，佮有西班牙、甲法国南部是拢真严重。几夜万的民众，佮有观光客是紧急撤离。美国野车乔治克隆尼伫法国南部的厝嘛受到威胁，因一家伙仔4个人是赶紧离开。也过乔治克隆尼嘛表示讲，会甲社区做回来救灾，协助重建。乌烟大调咧，规个烧起来，风阁一直扇。伫咧南欧发生失控的野火，伫咧希腊克里特岛，几若千个游客甲居民紧急疏散，甚至阁有消防员伫咧救灾过程不幸殉职。We found that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made the fires in Spain at least 20 times more likely, so th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and in France at least twice as likely. 伫咧法国南部甲西班牙，官员可看引起数十年来上严重的野火危机，万外公顷的林地拢烧烧去。In Spain,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land abandonment. So people moved from rural places into cities and the land is left to itself. And that means there's a lot more unmanaged vegetation. And so when it's as hot and dry as it was, that dries out very quickly. And so there's a lot of fuel. 野火炭烧威胁到南华小镇布里纽勒、好莱坞的明星乔治·克隆尼，甲伊的某囝住迄间900万欧元的福雅人厝，嘛被走闪一，规家伙仔4个人紧急疏散。也那乔治·克隆尼嘛甲在地市长发话，表示会协助赈灾重建。这场大火毋但伤到明星，在地酒庄的工仔人甲做事人嘛拢出动水车来斗拍火。毋但是南欧、英国、英格兰东部索福克郡沿海的邓威治爬园地，2号嘛发生野火炭烧，火真紧就炭烧要到210个骹球场的大小。以前英国真罕得发生野火，毋过即马气候变迁、极端气候，还佫有长期可化，互土壤甲食物拢失去水分，互大自然变做是一个真大的火药库。干那一点仔火，就会变做是无法度控制灾难。公司新闻4派转编译。来看美国的乔治亚州，在2024年的时，有一个才14岁的亲手伫高中的校园开枪，断死2个学生甲2个老师。最近法院宣判伊爱关1世人，袂当假释。伊的爸爸嘛因为买枪互后生，加做野弹礼物，互伊立即谋杀罪来判15档的有期徒刑。坐伫遐听判决，被告听甲讲起，今年16岁，伫咧学校犯枪击案的凶手关尼特吉雷，伫咧法院面对4项故意谋杀罪罪名，全部拢认罪。伊伫咧2024年9月，也因爸爸送伊的步枪，伫咧乔治亚州阿帕拉克高中开枪，害2个14岁学生甲2个老师无命。法官咪讲，伊为着要出名来舞即出的真正无教化的可能，判伊规世人拢爱关咧，而且袂当假释。You broke it down step by step in visualizing what you were going to do. The thought of mimicking these other mass murders is what brought you joy. Now, for the rest of us, there is no joy here today. There's only a measure of closure. The slain will not return to life. The injured will not forget their wounds, and a 16-year-old boy will live and die in prison. 这个悲剧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凶手的爸爸瓜林吉雷。检察官讲，执法部门早就伫咧2021甲2023年，针对伊的后生有一寡危险的超撮记录，甲恐吓言论去警告。毋过伊毋但无限制伊的后生去举枪，甚至佮买一支步枪送互伊的后生做耶诞节的礼物。Law enforcement asked him to restrict his son's access to guns. But instead of doing that,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for Christmas, he bought his son a Sig Sauer M400 rifle. 法官审理了后，认为做爸爸的疏忽真严重，记载伊后生安尼死，互伊后生犯这款这尔恐怖的命案。这中间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乔治亚州检方直接将刑责升级做是二级的谋杀罪，判伊的爸爸15档的有期徒刑。这个判决嘛，正做美国司法这几年来，检方积极透过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来阻止校园的枪击犯罪。这个案件嘛，互后壁的相关案例有一个更加严格的司法判决前例。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一线苗栗造桥路段，昨下晡有一个77岁姓周的妇人人，伊赛车向失控，速度是真紧，去弄断路边的路顶哦，人嘛掉伫车内，车搁着火。消防人员甲人救出来时，这个妇人人嘛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落尾嘛救无回来。有交通团体就指出讲，虽然政府已经有个人换照的制度，也毋过老大人赛车风险哦嘛是较悬。这台小客车驶过弯道时，车辆向失控，弄去对向，车体变过那人，弄个力头真大，跌出现场，请甲拢因车体变过佮变形，驾驶是受困伫车内。听到砰一声呢，我才出来看，就这样。好，我们到现场，那有一名驾驶受困，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患者已经无生命征象了。那我们使用破坏器材将受困者救出。警消接到报案，警赶到现场展开救援。过程中，车辆搁向请援，消防人员紧由水线甲火拍花。30下晡3点外，苗栗造桥在一线105公里的所在，一个77岁姓周的查某人开车经过这个路段时，毋知什么原因，车辆向失控，弄去边仔的护栏甲电火条。姓周的查某人受困伫车内，救出来时已经无气，虽往紧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他今天怎么会跑这边哦？
所以是回家吗？还是？这边他那边过去就是要回家的路上就对了。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已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而且高龄外交政策今年5月才上路，交通团体表示，虽望现有的制度有设高龄驾驶定期换照、甲身体检查，不过伫2届换照的期间，时代健康状况嘛随时拢有可能变化，会加做安全的问题。他有可能在下一次的换照检查之前，他身体会急剧的变化。那这个到底是几岁呢？它会因人而异，没有办法说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说。几岁之后一定会开始产生急剧的变化。交通团体指出，侪伙人因为年纪增加、视力甲反应退化，搞出现空间认知变慢、袂符反应的情形。侪回驾驶建议，除了尽量使有驾辅助系统的车辆以外，上重要的也是驾驶人甲家属爱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若是有变化，就爱随停止驾驶，也是找病医评估，千万唔通勉强驶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有动犬的数量有将近2万只，最近伫下营有民众反映讲，路里狗仔真侪，会来遛奥多摆过路人，佮捌驾驶流浪猫仔。动保处接到通报，嘛派兽医使用麻醉枪去掠狗仔。伫咧台南下营区营经里，最近出现真侪流浪狗伫街路甲规阵乱扫，内局人甲局车，佫会甲流浪猫仔加死，居民佫翕到因只猫仔尸体画面。驾机车过哦，拢会讲叫个，哎呀，你遮嘛是足烦恼的，对啊，对啊，会使紧处理哦。对啊，这我看当下种个较掠起来啦，这就不一样。面对有攻击性的狗仔，动保处已经先派人甲猎捕人仔放伫遐，为着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嘛举办公听会，讨论设暂放区的可行性。每位里长也都感同身受，也都知道说流浪犬的问题很严重。透过这个公听会的方式直接听到里面的声音，觉得哪个场地最合适呢？不一个警戒心真悬，也是捌去用掠过狗仔，用绳的要甲掠，效果是有限。若是较紧急的任务，就要用麻醉枪来掠。啊，毋过即马伫咧动保处管制队的编制内底，目前熟手佮合法会当开麻醉枪的兽医师，敢若2个。麻醉枪一般就是比较凶猛的犬只，或者是一些问题犬只，很难去它都已经被捕捉过，它不进又捕笼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用麻醉枪的方式。因为我们37个区啊，目前除了抓渣以外，就是问题犬的捕捉，这是比较急迫。其实比较好的方式还是用诱捕。伫咧真重的动保，还有防疫的业务，人嘛是真欠缺。面对这么侪流浪狗的数量，动保处除了培训更较侪人力，嘛调派其他的兽医师来支援，嘛积极推测暂放区的管制，希望会当伫市民的安全甲动保的权益之间有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有牧场，最近发生一只黑色狗仔雄雄冲入去牧场来掠倒鸟，狗仔主人是真生气，佮动手拍家己的狗仔，也毋过游客就质疑讲，这个狗仔的主人无替狗仔拔锁啊，佮怪这只狗仔已经有去检举，爱动保署来调查。工作人员大声喊奶，互狗仔伫咧围栅内底咧掠倒鸟，真无简单，甲狗仔叫出来了后，查甫主人竟然对狗仔起骹动手，互边仔民众看袂做。不应该把狗拴好，然后也不用这样子打，还是要绑好啊，然后自己没有绑好又这样子打狗，打自己的狗，太恶劣了吧？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讨论，大部分的网友是认为这是主人家己无看锁仔，才会互这只狗仔钻入去内底咧掠倒鸟，拍狗仔出水已经涉嫌考毒动物。一寡网友已经主动向动保署检举。依据《动物保护法》第6条，任何人不得虐待动物的这样子的行为，那我们会进行查处。那依据第30条来做部分来进行行政处分，15000块到75000元的一个罚款。牧场对这件代志无愿意回应，啊，毋过动保署强调，倒鸟若是有受伤，牧场会使向狗仔主人要求民事的赔偿。另外，动保法嘛明定，动物若出入公共场所，需要有7岁以上的民众做伴，嘛需要看锁啊。若是违反规定，会使依照动保法罚3000块。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湖放弃灾后重建的工作搁会进行，当地部落甲灾民是认为讲土地征收的程序甲资讯拢无够透明。今仔成立守护马太安溪流域行动联盟，要求政府着爱加强甲民众沟通，改善时间对部落影响。学者嘛建议讲，政府应该着爱有整体规划。2025年马太安溪放山湖1楼冲击花莲，灾后重建工程虽然陆续有在做，不过有在地受灾户认为土地征用、征收甲后续安排拢无讲好清楚，希望政府先甲居民沟通，才决定土地后续的处理方式。希望说政府说清楚，说你们要征用或是征收这片土地，你们要有协议架构，要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未来这块土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生计的一个土地。在地部落甲民间团体拜五开记者会，成立守护马太安溪流域行动联盟，要求政府推动重建的时，嘛要重视在地居民的生活甲土地权益。要求政府全面检视工程造成的扬尘、噪音、交通及居住环境影响，立即提出改善措施，要求所有涉及私人土地、部落及土沙堆置的工程必须完成正式的告知。联盟嘛要求政府延续部落防灾顺手对经费，建立中央、地方甲部落固定的对话机制，让居民会当参与重建的方向。学者嘛认为，目前重建欠缺整体的规划，建议政府以规个马太安溪流域做整体的规划。族人就疲于奔命啊，因为每一个工程项目就会有自己召开的说明会、公听会，也不是完全没有沟通，但是它其实对于居民来说都是破碎的，所以就常常居民抛出来的问题，这个工程部门就会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执掌范围。联盟表示，希望政府建立更加完整的沟通机制，让居民会当参与重建的方向，嘛了解重建进度甲相关的规划。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过来，新冠病毒疫情搁开始在传，高雄市到这个月2日当前的通报已经有27个，其中有6个死亡，拢是65岁以上的聚会人，民众嘛开始在抢注预防针。高雄市卫生局嘛甲中央调2万剂，呼吁民众会当赶紧去做。抢比起来做预防针保护家己，这阵国内新冠确诊人数快速增加，其中高雄市卫生局到2日的统计数字，确诊的人数有1493人，比前一礼拜加121.5%。因为当前的有27例，其中有6例死亡案例，拢是65岁以上捌做过这剂预防针的聚会人。卫生局表示，这届病毒对于镜头开始到当前死亡时间真短，因为这剂的预防针有对应到流行的病毒株。这2礼拜大家拢开始抢要做，有民众反映做无30应赶紧对中央调来2万剂，只要是超过6个月以上无做预防针的市民，拢会当赶紧去做。2万剂的疫苗数量够不够？基本上，就我们之前的一个单日统计，大概平均消耗300到400剂的话，应该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如果有所不足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调拨。卫生局表示，目前的疫情已经开始进入社区流行的阶段，大家出入公共场所，除了爱挂嘴罨以外，上好也是爱去做预防针，或家己加一份保护力。有民众讲，伊甲大拢总做过2剂，因为捌着过新冠好了后，因为身体无啥够强，就无搁做啊。不是搁听到疫情无介理想，会考虑去做预防针。有需要出国，还是会想说打看看。就是最近好像比较严重嘛，如果说有新的新冠变种病毒，还是会想再打看看这样。打疫苗之后，好像可能身体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其实我不太想要继续打，主要是因为有规定我们才去施打这样。是不是要做预防针，民众有家己的考虑，不过拢讲会挂嘴罨来保护家己。卫生局强调，到9月28进前，拢是无军年会专门开放民众做新冠预防针，因为注射了后，大约1礼拜才会产生保护力，尤其是抵抗力较无好的聚会人、甲细汉囡仔，拢爱赶紧去做。记者郭家如、邱超勇、高雄场报道。农粮署办30多天的全国稻米品质的竞赛，今年要转型改做山区的竞赛，要搁选个人奖。出真侪种稻米冠军的大东关哦，有农民就感觉真可惜。东部地区当咧补办冬的稻仔，农民辛苦流汗，都是希望花东会使种出上界优质的稻仔。不过，即马传出农粮署今年要停办全国稻仔品质竞赛，一寡农民认为安尼有可能会降低竞争力。稻米比赛的话，也是跟农民有一种那个竞争啊，对，秉持有
上。过去全国稻仔品质竞赛会先对各地区选出上届优秀的农民，才参加全国赛。伫上届关赛是上接摕到全国美王的所在，即嘛无奖牌甲奖金的鼓励，地方就真烦恼，品牌会受到影响，拍算和农会参详，甲期来办比赛。那也不排除地方如果中央不办，地方上也有可能是自己在酝酿。我们可能会多倾听农会、米厂跟农民的声音，来考虑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办理。不过，嘛有做事人认为，平常时做田已经无时用啊，若搁爱准备比赛，势头会搁较重。不过地方若是要办比赛，会当减少复杂的准备工课，安尼会较靠意愿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桃园的公车因为无照时间发车5点，搁有公告的到站时间无准，互民众真怨叹。有议员第二回就指出，交通局公布的准点率是有9.5%，也毋过甲市民的感受是差真多。交通局嘛表示讲，8月底就会有新的系统上线，应该会有真大的改善。公车站未少民众咧等公车，大部分的人感觉离峰的时间，公车的准时率较悬。不过，若上下班尖峰的时间，就较容出现动态资讯未准、公车亮帮，也是慢分的情形。你有常搭公车吗？常搭。那你觉得公车准吗？都准确。你觉得这个 app 准吗？应该讲80%-90%是准的啦，但是它的路况跟它更新的时间会有。我们讲的会有误差啦，会有 delay 这样。电话时间就很难掌控路况啊，有时候就2、3班连在一起啊，有时候等个半天，车子多啊。议员第二回质询表示，交通局采用首站发车准点率数据显示，关达95%的准时。不过民众实在坐公车，尤其是尖峰时段，常常会面临慢分减班，也是耽误公车的问题，感受差真多。拖班、减班，甚至消失，有幽灵公车的情况，这个是屡见不鲜哦。所以我建议交通局未来在做相关的评估的时候，应该是以各站的准点与否来做标准的。公车动态系统做个全新升级，我们导入 Google Map 的取得这个即时路况的资讯，那再加上 AI 的演算法，将我们的公车到站的一个显示跟这个预估的时间变得更为准确。针对公车准时的问题，交通局回应，8月底将会完成新一代公车动态资讯的系统，提升到站预告时间的准确性。详时嘛将全市262座网络连线各样的巨型智慧站牌，专门换新型的智慧站牌，确保发车甲行车的资讯会当甲实际到站的站牌时间无争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中兴新村的耶稣君王堂，这间天主教的教堂已经有65年的历史啊。教堂的厝顶茶后期阁会漏水，这间教堂的越南籍神父是真照顾伊的共乡，所以有真侪越南的义工教育捐钱要来斗相共修理这个厝顶，经费就要700万，目前已经无150万了。神父嘛望讲，大家当来斗相共。好，欢迎来喝咖啡啦。越南籍的神父刘丰福热情邀请大家，这是南投中兴新村的天主教堂，骨也为教友咧讨论整修教堂的厝顶的问题。多多少少会有湿气，而湿气的话，它有木头就对啊，上面就对啊，可是我们看不到啊。厝顶唔拿上去，阁会漏水，规划10月就要动工，修理要700多万。啊，毋过现主时才募款到150万。啊，毋过真侪越南的义工啊，阁新住民，因为平常时啊受到刘丰福神父的照顾，决定捐因的所得来甲教堂斗相共。2楼那边也有那个漏水，目前他们就会可能奉献3个月，每一个月是1天的工钱，不管多少，每个人，然后对。教会表示，这间教堂已经65年啊，遮的教友拢真侪会，除了有开中清大学，这嘛是社区重要的一会的中心。越南来的老神父为着要谈这服务，特地嘛学一寡台语，希望会当继续为教堂募款。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刘丰福神父。咱一间教堂注定派去接大家乐观，和教堂客客安全。感谢天主，感谢大家。记者安修南投报道。休乐路苗栗原理是办第4档的囡仔公民夏令营，互各市的囡仔透过游戏团体来讨论公共议题，互囡仔当来体验民主甲参与公共事务，那么做伙来看卖。
中山路与维公路的交界点的十字路口提倡 X 型斑马线。对路口设计提出家己的想法。要堆满杂物，这样他们没办法使用。有人对图书馆变数提出会当改善的所在，还想透过实际参与，唔但会当表达出家己的建议，也提升对公共议题的关心。我们在图书馆有看到，就是在无障碍厕所里面，就是被堆满很多扫地区铲，然后门上也没有清楚显示说是要往前推或是往后拉，就是会让人不清楚要怎么开门。是教老人用电脑，然后。因为老人他有一些是盲人，盲人他看不到，所以我们只能念给他听。教老人用电脑，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要上课或者是打字之类的。我们可能会透过他们是小小的校长的游戏设计，然后变成小小的镇长的一个活动设计，他们可以从他们儿童的角度提供儿童的视角，然后就可以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苗栗管理镇公所连续4年举行的小小公民夏令营，内容有儿童权益、平权、民主等等多元的课程，也透过囡仔实际观察，培养囡仔对公共议题的关心甲想法。讲这囡仔其实真无简单，透过这个过程，把因的想法提出来，那经过提出来了后投票，最后就是第1名公所会来执行。其实这意见拢变做讲政府单位，伊就知影讲哦，有这个需求，有这个意见。这夏令营有5天，经过课程甲参与，囡仔拢大方讲出对公共议题的想法。镇公所讲，刷落去也针对囡仔提案的内容来投票。第1名提案，公所会提出10万块的预算来改善，互囡仔建议意见会当实际执行，互儿童的声音先做地方治理的重要力量。记者张君和苗栗报道。有民众去屏东的小琉球佚佗，伫中二沙埔看到海面上有那些一粒一粒的物件，这是一款纳里瓦海体，是真罕见。海洋生物博物馆表示讲，纳里瓦会对海洋世界浮沉，嘛提醒游客，都唔通用手去摸，因为有毒。游客到小琉球海边耍，海洋拍起来岸边，毋过真足看海面上一粒一粒圆圆的物件，佮有觸手看起来像太阳。海水退了后，有几只就掉伫沙坡，游客拢足好奇，判断是海体。当事人用相片找资料，才发现伊号做纳里瓦海体。影片打起网络，因为罕得看到这款色水和品种，引起袂少网友讨论。一开始去的时候没有，可是后来我们大概20分钟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只漂在海上。对，然后我就以图搜图才发现，那是南纽扣的水母，没有到一片，但是你可能肉眼看去认真看，应该都会有10几只、10几20只。我们也是觉得不要碰，因为也不太确定它到底会让人家造成什么状况。这款纳里瓦海体，卖当叫做银角仔海体，伊无固定出现的所在，会对季风海洋世界浮沉。国立海生馆表示，尤其是拄到季节交换的时，风浪较大，就会甲纳里瓦拍到岸顶，伊毒性轻微，民众若无细意去吸到，皮肤会痒痒，爱赶紧用海水洗。若有发炎，就需要看医生。它的外观形态上，就像一个圆盘形，像钱币的形状。然后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一些蓝色的小触手，飘到一个地方，如果遇到强风的时候呢，它就会被打到岸边。尤其像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它常常会被一些季风、强风吹拂到沙滩上搁浅，造成它的死亡。台湾4khu位啊拢海，所以足侪沙坡会当发现无同品种的海体。专家提醒，若有看到千万唔通去摸，毕竟海洋动物为着保护家己，身躯可能有毒。大自然的生物建议观赏就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教育部今年要伫嘉义民雄成立台湾台语创新学习基地，这是头一个政府设的台语基地。嘉义县政府甲专家学者嘛专工去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来参观甲访问，要来了解推广台语的经验。有台语绘本的主题展览，阁有台语罗马字、医学讲座等等丰富课程。关怀文教基金会2018年伫中华成立台语文园区，营造浸水式的语言环境来推广台语。教育部也宣布，今年要伫嘉义民雄设立台湾台语创新学习基地，团队嘛特别来中华参访台语文园区，了解相关的推广经验。一个人会当讲的话吼。其实唔是家一种啦吼，民主国家内底拢有足侪语言同时咧使用吼。
为着讲要吸引一寡人来参加，所以阮有歌戏、报道戏、电影。有7个主题，主要有山边、海边，装来活动的方式来传播咱的这个台语基地要做的代志。教育部表示，台湾台语创新基地会设伫嘉义民雄已经退场的协志工商，按算今年底就会当开幕。若学者认为，基地会当营造台语社区的氛围，对培养台语意识、青少年学台语等等，拢有真大功能。预计差不多希望伫咱今年底会当来启用啦吼，像咱这中小学学生会当去到遐来吼，完全拢是台语的这个环境，培养咱的台语意识的功能，嘛把咱台语当做一个社交佚佗，甲讲建立社群的一个方式。学者表示，嘉义的台语基地是中央政府头一个设立的台语学习园区，期待加做推广台语的重要起点。教育部嘛讲，未来会继续甲有意愿的县市合作，设立台语基地，建构台语的学习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这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直到礼拜拢是正烧暖的好天，南部甲山区过昼会较高落18号。另外，第13号的强烈风台北海低，目前强度搁会增强。严格气象署是表示讲，风台离台湾搁真远，预估嘛应该袂直接影响台湾。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拢真烧热。气象署表示，拜5甲拜6因为天顶的云较高，天气较无稳定，南部甲山区过昼较高落局部短暂的雷公风。若礼拜至后礼拜1实际云到好天，山区可能会落18雨。在今明2天受到高压的影响，但是同时高空环境又比较不稳定一点，在整个台湾上空云量比较偏多，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山区以及南部部分地区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西半部偶尔会飘点零星的降雨。那到了2号、3号，整体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不过在山区活动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也指出，第13号强烈风台北海低，未来会向西北西往日本的南边、台湾北边的海面行线，强度也会继续增加。不过，因为目前风台离台湾有4000公里以上，要真远，所以暂时未影响咱台湾。后续影响的程度，搁要看风台行的路线。目前白海豚台风它距离台湾还超过4000公里，位在非常遥远的一个洋面上。那后续预计会朝西移动。那因为台风接近我们的时间还有5、6天以上，那这一些大环境的变化都还是有一些变数的，我们会持续的观察，也请大家多留意后续的预报资讯。气象署提醒，拜5至礼拜，中南部外山区、湘北地区、华东中国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后礼拜2开始，受到风台北海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大涌，请民众爱特别注意。记者郭佑基、林秀凯台北报道。报报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